较早的花就是安尼啊，看到毛园啊，爱才长才看。以前都爬咧好，好多种迄较早阮做囡仔懵落啦、香咧啦、啥啦，懵了一世界。愈侵蚀愈内底吼，就是会影响到咱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你即摆风台来，直拍落就够花。它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上游河川它补充的沙源被阻断了，变少了，所以补充到海岸的沙变少以后，它就容易让那个沙滩的变动产生一些变化。它原本在夏天是侵蚀，可是冬天会回淤的状况，因为沙源整体变少了以后，它可能补充的量变低了，那整个海岸线就会有慢慢退缩的一个趋势。沙源减少主要是有几个原因啊，大概是像我们有新建一些水库，可能把一些沙源去拦阻。那像我们山区的水土保持，如果做得比较好的时候，那也会减少一些沙源顺着河川上游慢慢到海岸这样。那像水利署也有在做一些河川的一个疏浚。那这些沙原本它其实是要自然的回归到海岸来做补充的，也是被阻断。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沿岸会新建一些像渔港啊、商港一些大型的构造物，那它会有一些防波体，那这个防波体它也是阻断了我们原本就是海岸它沿岸流的一个流向，也会让一些沙碰到这些防波体以后，它就淤积在那里，那原本它可以再往回补充的部分就变成减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们七股区庆山港的沙洲，那它属于台江国家公园的一个特别景观区，所以我们会跟一般的海岸所看到一些工法会比较不一样。那因为这边是那个国家公园的特别景观区，所以会比较注重生态跟环境景观，所以我们采用的工法都是这种比较近自然的一个工法，像我们会取这种比较自然的那个竹子来做组装的一个打色。那还有像我们会施作这个沙场带，那它沙场带的主要的里面的沙来源也是从西湖里面去做一个抽取，等于是就地取材的一个部分，会对环境的冲击比较少。那打色竹桩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外海的波浪它去碰到这些竹桩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碎波的效果，让它的能量整个降低，才不会把沙带走。那做这个沙场带的部分也是一样，也是有一个挡浪的效果。因为它是有一个孔隙力的一个控制，所以波浪打到它的时候，水会从孔隙排出，那沙会留着，这样才不会说造成我们沙洲的那个犄角会被冲死。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针对沙洲与西湖的保育，我们台南市政府呢，现阶段采取的策略呢，有包括我们在沙洲外侧施作竹桩及沙场带，防止波浪侵蚀造成海岸的侵蚀，那并就我们西湖抽沙来填筑，达到人工养滩及西湖疏浚的双重效果。我们会与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还有民间团体一起来合作，由政府单位来设置海岸防护林的一个相关设施及养滩，加上民间的一个种植造林，那共同改善海岸线退缩的一个问题，打造一个绵延的沙洲海岸林，一起守护七股西湖及维护生物多样性，达到在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永续的一个目标。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面对台南邦街一直起，为了让少年人甲弱势好徛起，政府陆续透过土地资产外怀政策来兴建社会主体。高和传出好消息，也是北区自强新村的公办多次更新，招商成功，正式甲特别的百庆建设签约。预计签约以后，113年动工，116年完工，将于市库节省15亿，取得160户的公共主体。那社会宅的政策，第一户的社会宅在台南是在我们任内能够签约，能够积极兴建了，预计在明年就能够有第一户的社会宅完工。但是我们在台南市的第一个这个4年中间，已经会突破将近7000户的社会宅，不是在兴建中，就是在招标中，就是在设计中。那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宅在居住正义3件的部分，包括囤房税，包括租金补贴，包括包租代管，以及包括社会宅的建制方面，能够更快让许多好朋友年轻的朋友需要住宅的朋友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安身立命的地方。
代表的建设公司是台南在地40多档的本土建商，希望以这款政府甲民间合作的社会主体建商作为号召，伫优质的基地吸引更较侪建商投入。以台南市本土建商的基础很用心，然后让以后这些社会宅盖的品质可以非常的优越这是我们期许的。台南市在30多年来土地都没有什么涨幅，那这近几年因为台积电进来土地突然间暴涨，那台南市一些本土的建商已经都差不多跑到蛋白区，这是一个很遗憾的。所以我今天能够说以本土台南的在地建商能够付出心力能够来盖这个社会宅，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事情。市府都下局表示，伫市场5月天年内到113年进前，中央甲地方合作已经有7000户的社会主体，嘛将持续增加，互更较侪人愿意来台南成家立业。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社区妈妈出门买菜，看到大包小包，行伫转去厝的路上，若是拄到高低差顶仔卡，就要出来挂菜拿，才会当顺利通过。但现在有了这个友善斜坡后，互买菜变了更加轻松。你拢是安怎用的？我等个拖去。拖去，敢会较食力？较重啊。较重啊！即摆有这斜坡。安尼较好势拖。这个计划呢，是因为我在社区里面走访，那我发现呢，我们开元路这边的店家骑楼呢是高低不平。那我们社区呢一些长辈呢，到菜市场也好啦，甚至到我们的邮局诊所呢，他们呢都不太有办法在这个骑楼上面行走。然后，尤其是对于行动不方便我们推轮椅的啦，或者是用着助行器的这些长辈，他们有时候甚至推轮椅的呢，要到我们的开元路上去跟汽车、公车甚至机车争道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跟着我们成大建筑系的学生呢，我们就利用简易的这个木板斜坡，然后利用斜坡让这个道路呢能够更顺畅。成功大学 USA 计划。这次特别结合振兴社区以及中老社区所做的研究，希望造予社区民众更加友善的街道环境。除了打造友善斜坡、高低差警示，另外还有友善街道家具实验等。如果社区的街道有这些算家具嘛那你觉得对你们来购物或来采买有什么帮助吗？我走路也可以坐下来休息，蛮好的。经过长久观察之后，我也跟就是周边的几个社区进行访谈，然后发现其实长辈都认为说，就是他们只要可以走路就好，然后走在马路上自己小心就好。可是其实骑楼空间是对长辈来说非常友善的一个街道环境，所以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实验，其实是通过钟楼跟振兴2个社区的长辈跟我们一起做了踏查之后，那我们拟定了，就是因为骑楼有大大小小的问题，那我们先从就是小的问题可以用一些临时的装置去改善的问题，像是刚刚看到的固定式斜坡，然后今天做的这台友善街道家具，其实它是算是一个示范，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路段是可以先做顺平的，那可能到这个车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想象一种未来的街道生活模式。民众现在来到开元市场周边，不妨会当来体验看卖友善斜坡、高低差警示以及友善街道家具所带来大兴甲方便。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湾3对3篮球赛伫6月初开赛，台南场的赛程26号正式登场，地点就选择咧南放国中心广场举行，但因为拄着落雨，而取消开幕仪式。不过比赛因是伫雨停了后开拍，而台南的这场赛事，甚至还有进拿球星也应邀出场。3对3其实现在是台湾很盛行的一个3对3活动，然后这个也是台湾算数一数二一个很大的3对3联盟。那当然能参加这个，我认为让很多不管是我们或者是一些素人球员，他有一个空间，有一个机会发展，其实是很好。因为不要单看是这样，他其实强度我不认为会输给全队伍。像宝哥刚刚说，那个比赛其实强度蛮强的，因为我们现在如果平常没有在持续运动或维持体能或肌力的话，其实打这比赛我觉得也会受伤。所以其实我们虽然说现在已经在工作了，但是我们其实会利用一些自己的时间去做训练或维持，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在打这个比赛会
第一容易受伤，第二其实也会很辛苦。台湾3对3篮球赛是国际FIBA认证的比赛，着冠军的队伍9月份将代表台湾前往日本进行决赛。我们这次比赛呢，其实是一个 FIBA 认证的比赛，然后它是一个跨国的联盟。然后我们总共有日本、纽西兰、泰国还有台湾。然后在每个国家进行自己的联盟赛之后，我们在9月的时候，各个国家的优胜队伍会到日本去进行一个全球的决赛，这样子。篮棒国务中心副总杨炳彦表示，在经营国务中心的同时，不是只有针对国务服务，也希望造福民众更有活力的生活。南港购物中心这次有协助赞助了推广这样子的一个3对3的国际篮球的赛事。因为我们希望呢，这些爱好篮球的民众们，或是爱好各类运动的民众们，其实也都是我们购物中心很欢迎他们来这边。我们在经营购物中心的时候，也不是只有针对购物，我们希望一些娱乐、餐饮、休闲这类的消费者都可以踊跃的来我们这边，平常都可以来这边走走。那这样子的活动呢，其实对整个城市也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希望这样子的活力能够不只让这个场地大家这个运动的很尽兴，也希望这种大型的赛事跟我们南港购物中心能够好的结合。这次也是台湾3对3篮球联盟第二次来到南港购物中心办比赛。联盟表示，真欢喜有遐尔好场地办活动。未来也希望会当持续甲南港购物中心合作，推广篮球运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受疫情影响，南区国税局鼓励民众多多利用网络、手机加行动电话认证，伫厝地当完成报税。根据统计，今年南区总申报件数87万外，用网络加手机件数加起就占98.97%的高比例，显示接受度逐档提高。高和地记账士工会全国联合会、会计师工会南区办公室以及媒体朋友的见证，正式用电脑随机公开抽奖，上大奖就是手机报税头奖1名5万块。选我，选我，选我，选我！哇，我们恭喜这位，真的是非常的幸运，是我们的张先生，他可以获得我们的手机报税加码奖的商品券5万元哦，恭喜！只要你的户籍是设在南区国税局的辖区，而且你是自行使用这个手机或者是网络来申报，或者是税额试算确认回复的，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那今年的抽奖活动呢，总奖金高达74万，我们要抽出来的奖项有1278个奖项。尤其如果你是用手机报税抽奖来参加抽奖的，只有1名哦，头奖可以得到5万块的奖金，非常的丰富。对，这是今年跟往年比较不同的地方。今年报税也当抽奖有14个奖项，总奖金高达74万外，有1278名幸运的纳税人的得奖。国税局提醒得奖者有商品礼券加电子礼券2奖，会分别用寄批加简讯来通知。得奖人才去指定的所在兑换，爱记的领过期的期款。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咱是一家人，相依相偎，有梦想，大家来打拼，咱是一家人。咱是一家人，歌词唱出大家心声，因为台下顶的所有人，拢是重视总庆的成员。这场联欢晚会是由大台南重视中心会为庆祝父亲节所举办。除了邀请大台南中心会员，嘛有邀请台湾重视中心总会贵宾到场同欢，互相联络感情。虽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是我们呢还是要排除一切的万难，然后把所有的亲同聚在这里。因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庆祝88父亲节。我们希望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所有的父亲也能够过一个很特别、然后很开心的父亲节。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宗亲邀请到这里来。那在这里大家很开心哦，聚在这里，又有总会的人来给我们加持，所以相信在这个
在这个时候呢，每一次的聚面呢、聚会呢，都会增加更多的一份的感情。那相信呢，我们在这里大家携手向前呢，就会互相扶持，然后在事业上也好，在人际关系也好，在张氏宗亲里面都可以得到一个彻底的一个发展。大台南中市宗亲会在去年12月成立，虽然也无一档的时间，不过在创会理事长张惠芳以及所有干部努力之下，该会活力甲素质真正是一等一的好，甚至还有国际会水准。这也和台湾中市中心总会贵宾学了解特质。我们台南中心会大家非常的团结非常的这个活泼，那各方面展现出来这种我们一个会的一个凝聚力，一种朝气哈。那这也是我们这个张氏宗亲我们最需要的这种这个活水这种泉源。大台南这个很团结，做得很好。在我们各县市成立可以说是大台南是一个冠军的这个队的团队这不错这个惠芳的领导之下所以我们带动了我们中心，大家都很团结大台南张氏宗亲会将我们台湾张氏总会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一种你知道吗？世界会的高度，明白吗？明白了。我讲的，我实在是有这个感觉，我讲会出来啦。无转嘛转无来啦，对吧？8月19到20，台湾中市中心总会也将伫咧台南举办大型的联欢会，邀请全台各地分会上百位总长甲会员齐聚台南，凝聚家族的力量，荣耀先祖。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了宣传第11届将军后，市府伫宣传记者会中邀请新营的查某囝林怡伫现场自弹自唱，并推荐台南滨海美食蚵仔面线。伫讲到台南的美食，其中为贴一招台嘛展现美食代言人的功力，小解无共手法所主家恩情，蚵底定特色美食。北门区七股将军西港对嘉里学甲北门都是海鲜又海鲜。对啊，所以林颖才知道说我们市长那么会吃播，就他不会胖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今天听到最好的。经过了解，将军后应该在伫市府甲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合作，已经是全台5大应该在之一。特别到了后来尾声，欢迎大家来吹海风、听音乐、吃美食。今年也特别加码，连续2天伫演唱会结束以后，释放6分钟精彩宴会。基本上将军吼，它已经是有品牌了，我们而且跟我们云嘉南风景区管理处都做很好的合作。那不管是文化上不管是美食，不管是交通安全维护，或者是现场秩序，我们都做最妥善的安排。也希望大家快快乐乐的来将军吼，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但是呢，千万不要错过，路过经过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将军吼。尤其今年的8月27、8月28 2天，可以说在暑假假期的尾声，但是绝对值得您来。有许多这个厉害的艺人，有许多好吃的美食，都在将军吼、将军渔港等着您哦。欢迎大家来到将军吼音乐节。今年音乐节将邀请曾沛慈、田雅霍、李佳欢、潘玉文以及韦礼安再来龙班的好歌，邀请8月27、28做回来将军渔港。台南新闻军及何秋芳采访过的。厚实的猪排裹上粉浆后，放进油锅中酥炸，稍微翻动一下就能看到逐渐变成金黄色的表皮。起锅后，主厨熟练的切开，哇，看看这个厚厚的横切面，是不是很吸引人？一整块分量超大的猪排放到盘子上，搭配新鲜的沙拉跟其他小菜，这份猪排定时就是要让你吃得超满足。外面一般炸猪排都是吃原味，然后搭配沾猪排酱。那因为我们的猪排本身就有下功夫下去做腌制，对，那
所以你今天不用沾酱，你直接吃，它其实就很有味道，很下饭。对，那我搭配的酱也不是猪排酱，它是用古早味的番茄酱，对，吃起来会甜甜的。主厨的手艺可不只限于日式定食，喜欢酸甜微辣之味的人也可以试试看他们的椒麻鸡。特调的酱汁比例平衡的酸味与辣味，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而且鸡排的分量也是一样豪迈，让人超级满足。因为一般是用鸡腿肉，那我是希望吃到饱嘛，所以就是我是用鸡胸肉比较大块。然后酱的部分，因为我个人怕酸，我不可能卖给客人我自己都不敢吃的东西，所以它的泰式酱是我们也自己去调过比例的，它比较没有那么酸，它一样有微辣的感觉。所以你今天怕酸怕辣，你都可以来吃看我们的椒麻鸡。这间餐厅不选择开在热闹的市区，而是隐藏在一旁的巷弄老宅里，只用小小的招牌提醒经过的路人，配合暖色系的室内环境以及老板的个人收藏作为装饰，都是想营造一种似曾相识的温暖感受。台南很多类似这种店啊，我们都很喜欢啊，高雄比较少，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希望说高雄可以尽量多一些这种模式的店，老宅比较容易给人这种温馨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应该主要就是让你像到朋友家那样子，对，就走进来哦，就什么东西好像这个我家也有，那个我家也有这样子。坐在老宅里静静的享用餐点，阳光透过小窗户洒落在木质的桌椅上，让人也跟着平静了下来，仿佛脱离了都市的吵闹，能够好好的跟自己吃一顿饭。记者邱玉婷高雄采访报道。近年高雄在疫情酿台商回流、台积电进驻、新建案建商多不愿让利等因素下，造成房价上涨明显。尤其美术馆特区新成屋单价更一度攀上4到5字头。其实美术馆它在前年应该8、9月的时候就已经在慢慢的微涨了。那其实比较明显的一个涨幅，应该是从去年在9月底开始，就是那个房价应该是每坪大概是2、3万到5万再往上跳，平均每一个房子的总价大概会多到300万。美术馆特区购屋族群中，刚需客群约占60%，年龄层约落在40到60岁之间。目前受政府打房政策影响，房价上涨趋势渐缓，但对于民众而言，仍旧是沉重负担。加上公设比考量，也让屋龄10到20年的物件，相较于屋龄10年内的新古屋，更受购屋族欢迎。其实现阶段整个房子的一个公设比来说，其实以10年到20年，它的公设比会相对来讲比较低一些。那现阶段来说，10到20年的房子，因为它公设比比较多，那像10年内的房子公设比相对比较高一些的话，总价来讲可能会变成是消费者他可能觉得说，可能我一样花到一样的钱，可是我能享有的坪数会越来越小。目前美术馆特区屋龄10年内物件单价约落在35到38万元，屋龄10到20年物件单价则约落在30到33万元。在房价高涨的环境下，民众想买房也只能绞尽脑汁提升购屋 CP 值。因为其实像现在房市飙涨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相对来讲，你真的要买房子的人，他还是会买啊。对他还是得要买啊，只是他们可能会去选择说，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房子，譬如说像10到20年的中古屋，那公设比稍微低一些，我用一样的价格，但是我可以买到的室内坪数相对来说可以比较大。在近年的房市热潮下，房价不断攀升，许多购屋族不再将目光放在单价相对较高的新成屋或新古屋，也让屋龄较高的房子成为了不少民众的购屋新选择。记者潘志光、苏瑜文高雄报道。超过2米高的银色装置艺术品被摆放在高雄高工的草皮上，成了校园中的一抹亮丽风景。这其中的制作过程相当艰辛，更是耗时长达半年才完成。希望就是在课程里面再做延伸。那建筑课它本身就有类似的焊接的课程，那从这些课程当中，我们再把它深化哈，所以它后面这些作品，他们都还会再花到额外的时间哈去做这些作品的发想跟整个的一个制作过程。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学习团队合作，熟练焊接技术，更加深对于家乡高雄的了解。我们觉得高雄是一个港都的城市，所以我们想说，
用灯塔的造型，我们来呈现高雄有点港都的城市的意象，然后灯塔可以指引着高雄走向未来的光明道路。台湾灯会今年在高雄举办光点计划，呼应灯会意象，将艺术带入校园，也让孩子从创作中学习。所以我们这次的学生团队里面，其实也做到了跨域的整合，是由建筑科同学加上图传科的同学一同来设计，然后施工创作到完成。其实他们也是经过了非常多的一些磨合，因为不同类科的孩子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但是其实可以激蹦出更不一样的火花。高雄高工新地景在入夜后点亮了暖黄色的灯光，让校园中多了一盏照明，也为夜晚的校园增添温暖。记者邱玉婷、苏玉文高雄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